还是赖清德到广播电台接受访问，主持人甲问讲，当年蔡总统甲任命做行政院长，即摆说出来要甲伊拼总统，是毋是稳中求无呢？赖清德是无安尼认为。也毋过赖清德讲，这蔡总统伫2008年，甲民进党为各地扭起来，伊正感谢伊。民进党初选愈来愈激烈，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接受资深媒体人周玉蔻的提问。现在感觉上你已经伤害他，他多次都讲出来，民调就会分裂啊。不啊，这个就是说，你这个情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就说，现在就是说参选，在我看来这是个民主的机制嘛。民进党是民主的政党，初选是一道民主的程序。九合一大选后，民进党陷入困境，局势相对艰难。赖清德提出看法：这2场补选只不过止血了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说，在这种状况下把绷带包扎一下，就打算再上战场，清楚的跟国人报告过去3年我们的执政到底是如何，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调整？那我们未来要把国家带到什么样的方向？蔡总统怎么说？那我说，我们必然要这样，才有可能给社会一个新的希望。周玉蔻继续追问，讲赖清德即马好亲像真侪人拢无爱伊啊，根本是孤鸟一只。赖清德讲会当体谅。感谢大家对我温暖的说法了哈。这叫温暖但是我可以体谅菊姐跟苏院长。目前他们所在位置不得不然9合1选举本来就反映了对民进党执政的不满意嘛。今天应这个主持人的询问，我并不是要特别攻击谁。蔡英文赖清德之争也未平息，到底谁会当胜出？初选见分明。